已經好耐冇睇到呢啲西關大屋啦。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到荔灣區呢邊去食翻個腸粉粥。西關名記都係一間開咗好多年嘅街坊店啦。重新裝修過之後呢，依家已經有啲茶餐廳嘅風格咁樣啦。俾大家睇一睇佢哋屋企嘅菜單，粥、粉、麵，加埋一啲小炒飲嘢都有。艇仔粥基本上嘅配料呢，同其他嘅大眾係差唔多嘅，不過佢哋特殊之外呢，會加翻啲魚卷，跟住仲有啲燒鴨肉碎喺入邊，仲有啲蝦。整體食起身都係 OK， 不過佢啲魚肉呢，稍微會少少腥喺入邊。個碟寫住呢條腸粉拉咗40年。腸粉呢，我點嘅係一個三拼，有大大塊嘅豬肝啦，亦即係豬潤，跟住仲有鮮蝦，仲有一個牛肉喺入邊。粉皮呢都算夠薄，而且夠滑，不過佢啲豉油嘅調味就麻麻地。韭菜餃表面煎到金黃色，啲餡呢又加住啲馬蹄碎，增加豐富嘅口感。不過啲肉呢就麻麻地啦。名記整體嘅出品唔算驚艷，住喺附近嘅可以去食。推薦指數3粒星，係咁先啦。